大家阿弥陀佛，师父今天很高兴呢，今天来为各位介绍这个题目叫做负担，还有承担。负担、承担，负担、承担，就一日之差了，一日之差。这个含义啊，却是相差108000里哟。我们首先为各位介绍一则故事。古时候啊，有一位果农啊，果农他养育有2个孩子。那么每当水果要收成的时候啊，果农呢就叫他的长子挑到市场去卖。这个长子啊总是不甘不愿的，一脸呢不高兴，那抱怨什么事都找他了，又苦又累啊。那么身为长子的真命苦哦。那么第2个儿子知道以后啊，就主动的要求说，我要挑水果到市场去贩售。他说父亲啊，种水果很辛苦呢，很辛苦。哥哥呢，身为长子，负担比较多啊，所以他分担总是应该的，所以很有成就感，也很乐意。这2个兄弟呢，哥哥的想法是负担，弟弟的想法就承担，叫做承担。负担是一种压力，是一种很勉强，一种不得不，不高不兴的，心不甘情不愿的。那么承担是一种使命感，一种使命，一种意愿，他甘愿做，甘愿去做，欢喜受。做人无论什么角色嘛，我们都要有责任感。角色不同，责任不同。父亲负责这个家计，母亲负责家务，学生做好功课，工人做好工作。如果把自己的责任看成是一种负担，那么就会很痛苦咯，那他就会不情愿。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承担，很高兴，做起来就很快乐。承担也好，负担也好，既然我们都要做，为何我们怎么不高高兴兴的来去面对的呢？所以何苦要愁眉苦脸的来看待的呢？承担要有责任感，有自发心，做起来心甘情愿，不但快乐，而做事情也很细心，当然品质就好了，品质就会好，容易得到赞美，成就感就满满。负担呢是别人的要求，你出于不得已嘛，所以心情就不高兴、不开心，就会流于一种敷衍应付的形式，品质当然就差了，也容易得到批评，感觉呢样样好像都是不对，那么挫折感也会比较沉重，所以负担、承担都是自己来决定。我相信在座各位这么聪明的你们呢，如何去选择？如果我们能够知道，原来如果每一个人都懂得去承担、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日子是很幸福快乐的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